来乡亲啊，个这个17天就要来拼输赢咯，要来选举咯。正受注目的台北市长的选举，根据着网络上新的民调，蒋万安虽然也是领先，但是敢若赢陈时中3个百分点。黄珊珊嘛，入里的后壁是玉金安，这个三卡都是呈现着较加真实的答题，无甲票开出来，正歹论输赢。针对着市卡心来压料，讲陈时中来伸出着低高手，陈时中是毋是会去甲告咧？陈时中讲伊个人袂啦，伊则袂互市卡心就这个代志来提悬伊个人网络的声量。和台北市议员市卡心控诉对已经结婚的女性食豆腐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来到网甲副民市长扫街拜票，不过前一天伊伫面册讲，表示选举嘛是要有人性。这件事件受到伤害上大的是丁医生翁仔某，因是我长期的老朋友，真实的因为我的选举，互伊嘛拄到政治斗争的是非。民众对于所谓的抹黑，大家都感到厌倦。那选举还是要回归选贤与能呐。陈时中希望风波到这为止，不过这也未结束，市卡心搁加码，表示疑似是其他受害者朋友传的消息，讲伊手中搁有要被献光的事情。我想他不断的就在抹黑、造谣、蹭声量。无想要加入政局的黄珊珊是来到北投中继市场和台北市长郭文铁参加同一场活动。黄珊珊讲办公室早就有收到压力，而且认为无操作的必要。蒋万安是离开台北市来到婚礼和馆长张丽生合体。今天很高兴受张县长的邀请来回到我们虎尾的老家。互相有声量，年底9合一大选投票进入上尾啊！相信台北市长候选人支持度网络调查嘛很高。蒋万安以36.48%领先陈时中的33.47%和黄珊珊的27.97%。每一区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每一个选民都是我们要去争取的，我们会持续的努力。有些民调数字看看就好，但是就是不要尽兴。受到各界关心的首都市长之争，三卡都的局面，各地的战况拢真激烈。